你隻狗對某啲聲特別大反應，例如門鐘聲、膠袋聲、開罐頭聲，甚至你講某個詞嘅就即刻彈起。狗狗聽力好出名靈敏，但佢哋到底對咩聲特別敏感？今日就一次講清楚。狗狗聽力範圍比人類廣得多，人類可以聽到嘅聲波頻率約係2萬赫茲以內，但狗狗可以去到接近4萬甚至45000赫茲，即係佢哋可以聽到一啲你完全聽唔到嘅高頻聲音。狗狗天生監，突如其來，高頻尖銳同經驗有關，3類聲音特別敏感。第一類呢，突如其來嘅聲音包括門鈴、雷聲、打火機、手機震動、BB 尖叫。狗狗神經系統設計得好敏感，因為佢係群體中負責預警嘅角色，任何突變聲響都可能代表威脅或者入侵，所以佢第一時間反應唔係過度驚，而係本能上想保護你。第二類高頻尖銳聲，譬如膠袋聲、拉鏈聲、尖銳聲、笛聲、電器嘅聲，呢啲聲落咗狗狗耳仔入邊會被放大處理，尤其係某啲品種如貴婦狗、邊境牧羊犬、雪納瑞，佢嘅聽力特別集中於高頻。有人以為狗狗驚吹風機，實際唔係風，而係風機聲頻對佢太刺激。第三類同記憶連結強嘅聲音啦，呢啲就個別狗狗差異好大，好似你講出街食飯唔好喐，佢會即刻彈起。呢啲聲就未必特別大聲啦，但係佢經驗中知道咧，呢個聲等於我哋會有互動啦，所以特別敏感啦。亦都包括負面記憶啦，例如以前聽過打雷嗰陣你嚇親啦，之後一聽雷聲就開始震啦。除此之外，狗狗對人類語調非常敏感，佢可能唔知你講緊邊個字，但係知你講緊嘅情緒。你講乖啊，同你做咩啊，聲線唔同，佢完全聽得出。咁研究發現咧，狗狗聽人講話嘅時候咧，腦入邊咧2個區域會分別處理語義同語氣㗎。等於佢唔止聽你講咩，仲聽你點講啊！咁你問點解膠袋聲咁細都嚇親佢？其實膠袋聲屬於高頻連續摩擦聲，對狗狗耳膜震動特別強烈，亦唔容易預測方向。再加上個經驗中，可能膠袋等於你出門啦，你買零食、你清垃圾，有機會令佢焦躁或者興奮。如果你發現狗狗對某啲聲特別驚嘅，例如打雷、鞭炮聲，可以用以下方法減敏訓練：一、用錄音慢慢重播嗰啲聲，音量逐步提升啦，結合正面刺激，例如喂零食啦。二、佢聲音出現時唔好急住安撫，反而用自然語氣講話，俾佢知道你冇異常。三、創造安全感，例如準備毛巾窩、減光，用低頻音樂分散注意力。總結：狗狗聽得多過你、細過你、快過你，所以佢會對好多聲都大反應。你可以將呢啲反應當警報系統，但更重要係觀察佢聽到聲之後嘅情緒係開心、驚定唔安，因為你點處理會決定咗日後對聲嘅情緒印象㗎啦。